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甲咱边仔兄弟姊妹讲平安，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收赐阮活命，互阮会当来敬拜你。恳求你安静阮的心，刷开影响阮会当专心敬拜你的代志。阮来将阮心中所挂念的事交托伫你，愿主你保守看顾。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
你是我对地的骨头带来的，对上远的角落调来的。我有对你讲，你是我的奴仆，我有竞选你，袂弃杀你。毋免惊，我不是甲你相隔伫地。毋免惊，我是你的上帝。我要互你坚强，要帮助你，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咱同齐来用圣诗第7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
请坐，咱同齐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对于阮的教会的保守甲引带，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为教会的今生甲你无尽的恩典来祈祷。求你赐予阮智慧甲引带，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嘛伫教会中实践伊。求你的信心伫教会中运行，互阮有属灵的觉醒，甲同心合意。主啊，阮祈求你，互教会成做你荣耀的所在。愿你的疼甲和平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互阮成做疼甲奉献的见证人。求你赐予阮有甲人相交的恩典，以及对弱者甲需要帮助的人的关怀。愿祈求你伫教会当中建立团结和谐的关系，互阮通彼此来扶持、鼓励甲互相建立。求你加添教会的信心，互阮通坚定徛伫你的真理甲应允顶面。上帝啊，感谢你的恩典甲怜悯，求你持续赐予阮恩典，互阮伫教会中经历你的大能甲更新。求你教阮三家伫地，也用你的恩典甲慈爱建造阮的生命，互阮成做你荣耀的器皿。亲爱的主耶稣，阮伫遮嘛要认罪悔改，因为阮常常软弱来犯罪。你为着阮的罪受苦钉十字架，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互阮无搁再受罪的捆绑。过去的伤害甲罪恶，就因为你的宝血来洗清赦免。你互阮领受新的生命，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困难甲挑战。透过你的话语甲教示，互阮成做一个有信心、有愿望、有疼、生活有见证、搁合你心意的人。求主继续赐予传领阮将遮尔好的福音宣扬予搁较侪的人。感谢天父上帝的怜悯，互软弱的人得到倚靠，互病痛的人得到医治。阮的生命拢是你手所做的，恳求你的信心运行伫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身上，医治因，求你除去因心中的挂碍。听阮的上帝，阮要学到你的性命，因为阮相信，阮要伫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身上看到，也经历到你奇妙的拯救。亲爱的主，阮伫遮嘛要为着教会做事工来祈祷。特别是伫青年事工顶面，求主兴起青年加入教会服侍，通带予家庭、社会、国家搁较侪正面的影响力。恳求主带领，互阮手所做的，拢通成做教会的帮助，利益伫众人，也通荣光主你的名。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无够也，阮嘛要用主所启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同齐来启用第33篇，也是以赛亚40章伫圣诗后面第49页到51页。我来启，请兄姐来引。恁究竟要将是属于批判上帝？恁业目看顶面？
叫少母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声书讲，我的道路隐默伫耶和华。你敢会知嘛？你敢会听见嘛？伊无野也无善，野善呢，伊互伊能力。少年人也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今日早起，圣乐队要用真奇妙、慈悲的救主这首诗歌来学乐上帝。
感谢圣歌队用这首诗歌带咱学到上帝。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0章19至23节。伫现代中文译本181页，现代台语译本汉语版255页，我要用台语译本汉语版来读。共迄个礼拜二暗时，门徒住这个所在，门拢关的，因惊犹太人的领袖。耶稣来，徛伫因中，对因讲：“愿恁平安。”伊讲了，将双手甲下互因看，门徒看着主，真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讲煞，伊对因喷气讲：“领受信神，恁赦免啥物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恁无赦免啥物人的罪，因就无得到赦免。”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嘛照安尼行的人。今日早起本堂廖慧茹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愿恁平安，请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邀请阮做伙甲你组织，主阮伫遮甲你相拄，主你开阔阮的心，主你对阮来讲话，互阮主信心感动阮的心，互阮在座伫遮听的。学师的，无论倒一个座位所在的阮，主愿路得到主你话语的鼓励，一个拢无流失。主，阮多谢你，因为你看重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主，阮多谢你，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亲爱兄弟姊妹，耶稣过我。以后有一批人大猩猩发现耶稣的身躯无去啊，有莫大粒的玛利亚、西门彼得，还佫有一位耶稣真疼的门徒，但是为版本嘛写讲，迄位门徒轻轻的带过那一位门徒。莫大粒的玛利亚，伊先看见坟墓的门受刷开吼。就紧紧去找门徒，因为大事不妙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然后伊一直在往外咧哭，伊真艰苦讲：“哇，耶稣的身躯互人刷走去。”后来当耶稣告话耶稣甲伊咧讲话时阵，伊认出是耶稣。然后伊也照着耶稣的命令，紧去甲门徒讲。讲啥物？讲耶稣过我啊！另外呢，西门彼得加另外一个门徒，因你去望来了后，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讲，有一位门徒啊，伊看见有抹布加包扎头壳囡仔放伫遐时阵，伊就相信，真特别咯，看到。伊就相信，接煞看见国外耶稣，就是他拄仔咱看这段圣经节，就是一群吼，规伫房间内的门徒。毋知伫大家生活当中，若拄着有人雄雄撞出来吼，你有啥物反应？相信一定拢是踹一条吼。有当时无说伫高楼咧行路的时阵，我因为想要较低调。我拢定定行伫边啊，但是嘛无说你拢会甲人惊着，因为小主了出来时阵，哦哟，所以你若有互事惊着的，无说要甲伊讲实个吼。若阵讲环境搁较气氛搁较紧张的时阵，任何一个出现的人，也是一通电话，拢会互人感觉真紧张、真害怕。比如讲，咱厝里若有人。看病带病医，只要电话一响，咱的心脏就安那
偏颇菜，吼，特别是若住伫家好病房的时，或者是咱若陪咱的厝里的人住伫病院，当一透早还佫困甲还袂精神的时阵吼，听见迄个医生在要来查房的时阵，心中就安那急速飙高，因为较等的毋知医生解释我的病情会变做是啥款。伫遮即阵温度因经历着耶稣的受难吼，伊失去了耶稣，其实因的心情有真复杂啊。当国外耶稣显现伫因面前，对因讲愿领平安，相信迄点仔，相信那当下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跟安全感。所以当温度认出是耶稣的时阵吼，因心内足欢喜的。耶稣讲愿领平安，愿你们平安，在希腊文的当中是有2个字来组成，就是对平安甲礼来组成。而且这个礼的意思是一个接受的状态，是个受格。所以当耶稣在讲愿领平安的时阵，伊毋是干那一句祝福的话，伊更较是一个动态的状况，意思就是平安归互恁。那亲像耶稣甲平安互咱，所以当咱要接受的人是要安怎来接受？其实真简单吼，那亲像咱咧收到礼物共款，当朋友送礼物互咱，咱的手只要哪伸出去吼，甲礼物收倒来。所以耶稣互咱的平安，咱的心需要开阔咱的心吼。那亲像手伸出去，然后甲平安接收入来，伫咱的心内。平安的意思是啥物？相信大家拢真知影吼。会当讲是咱身躯真健康，这叫做平安。嘛会当讲咱心，也是咱的环境、咱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拢真和平、真和睦，所以这是平安。另外，也是咱的生活环境真兴旺、真丰富，这嘛是平安。所以平安的意思是讲，人进入到一个真健全的状态，伊享受伫心内，伊心内迄阵哪有平安。但是，另外一个较深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讲，当人若行到生命的终点的时阵，无轻的死亡，是得到救，然后倒转到天顶，伫遐甲上帝享受迄种安稳同在的平安。所以真感谢上帝对咱真大的疼吼，互咱伫世间上，咱会当借着耶稣所讲所做的代志来经历平安。卖当伫生命结束了后，咱登到天顶，永远活的是永远活喺天顶的所在来享受平安，免惊吓死亡。但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开始明白接受到死亡的时阵，其实拢会真惊、真害怕吼。甚至连小朋友都知道，其实死亡是恐怖的，是不舒服的。有一届一个4岁外囡仔，伊厝里拄着就是阿祖过身，吼，迄是一个传统的宗教信仰的家庭，吼，所以有一段时间吼，拢会因为阿祖过身这件代志所办理的仪式，吼。是传统信仰的仪式，所以常常问爸爸妈妈讲：天堂是啥物？天堂伫倒位？天堂生做是啥物款？阿祖会阁转来袂？伊嘛捌提问讲：阿祖倒伫遐，敢会阁起来？因为有一阵仔时间，阿祖的身躯嘛会放伫厝里，互少年伊的亲戚朋友会当来甲看。迄个囡仔嘛捌拄着就是做伙转去看阿祖安尼，就敢若困去倒伫遐。然后伊嘛问讲：人老啊，拢会放伫迄死死角角长长迄阿爸内面吗？其中嘛，搁一届，这查某囡仔就问伊妈妈讲：
妈妈，等你老哭哭的时阵吼，我几岁？然后伊会真具体哦，跟妈妈出题目，跟妈妈讲，妈妈，你50岁时阵我几岁？然后爱算出数字互知。你70岁时阵我几岁？你80岁时阵我几岁？你100岁时阵我几岁啊？伫迄几天，你困之前，囡仔拢一直会问这个问题时阵啊，会当感受讲，这囡仔心内其实伊是紧张的，伊是会惊吓的，甚至会想着讲，后盖啦，爸爸妈妈老啊以后，剩伊一个人真孤单。所以，这妈妈伫回应伊的答问题内面，讲真侪安慰伊的话啊，吼，嘛为囡仔祈祷，啊嘛捌真正足忝啊！好啊好啊，心内想讲你莫阁问啊，伊就随讲安尼，你去问上帝，希望是安那，叫伊紧困对无？有一摆啊，伫回答这个问题，有一摆妈妈都常常想到一个答案，会当甲伊分享。伊有一摆就对伊个查某囝讲吼，安尼妈妈吼拍拼活甲老哭足久的安尼吼，甲你做伙陪你啊。然后这个查某囡仔就笑出来哦，伊就讲好啊好啊，安尼你就已经变做老阿婆啊吼。然后迄囡仔笑甲遮大声，但是伊真认真想讲啊，安尼。迄个细细格格阿爸吼，爱买足大诶，才会当啃2个人。因为妈妈你胖胖，大家敢知迄细细格格阿爸是啥物？才好，对对。迄2个母囝就是伫欢笑当中吼，才结束迄个查某囡仔迄段时间临巴接触死亡这个问题，迄种真复杂的心情。然后伊也感受到迄查某囡仔心安定平静落来。过一阵仔，迄查某囡仔嘛捌搁做一件代志，互妈妈感觉讲哇，真好，伊领受着平安啊。伊搁有一摆哦，甲伊所有用色纸折的作品啊，通通整堆吼，搬出来互妈妈讲，妈妈，这个色纸拗会怎，互你摕去送互上帝。反正我若搁要爱，我搁拗就好啊。在座咱敢有第一代基督徒，请举手，互无实在。大家敢知安尼是啥物意思？妈妈吼心内大笑啊吼，伊知影讲啊好啊，这囡仔你甲我要送妈妈做陪葬之物吼。但是妈妈笑了真感动吼，真欢喜，然后就顺着这真平安、真欢喜的气氛，就甲伊个查某囝讲。上帝若收到你的礼物，一定就欢喜。妈妈看见这个孩子的谈话，从很难过、紧张，到后来他可以很侃侃而谈死亡的话题。他知道孩子体验到地上的平安，也体验到在天上的平安。有时阵咱拄着困难，甚至咱心内感觉行袂过这种。迄心感吼，敢若拄着死亡共款。但是咱毋通袂记哩，就是当咱来到耶稣的面前，咱会当天开咱的心，求耶稣的平安能够咱，伫耶稣的平安内面，咱会赢过这个代志。阮就看见国外耶稣，看见伊手的灵魂，因相信耶稣国外，佮加上因耳孔听见，愿领平安。因的心真平安，真快乐。因脱离耶稣死去迄种艰苦甲悲伤，而且这个平安是真实的吼，因为因知影，因想起耶稣受难之前所对因讲的话，就是讲耶稣讲吼，我实在甲恁讲，我去对恁是有利益，因为我若去。去为助者，就我若无去吼，为助者就袂来。但是我若去，为助者就是信心，就是保惠师会来到恁家。
所以对安尼来看，耶稣虽然无继续陪伫咱身边，但是伊嘛是伫咱的身边。因为耶稣差遣圣神，继续伫咱的身边陪伴咱、照顾咱，也保护咱，所以咱会当继续过着真平安、真有快乐的生活。接续耶稣啥那讲了愿恁平安以后，也阁讲，亲像爸有差遣我嘛要差遣你。然后阁对伊的门徒来分开，互因领受圣神。然后阁讲。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恁若无赦免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嘛无得到赦免。哇！唔知咱敢有第一次读到最后面这一段经文呢？你是不是会互咱感觉讲，哎哟，门徒的管理遮厉害哦！你会当决定要赦免啥，赦免啥？唔是哦。当耶稣讲。愿你平安了，国讲的这段的话语，是在表示讲，耶稣国话登到爸上帝遐，但是伊所传的福音会借着门徒继续传落去。耶稣将门徒内面的目睭转向外，亲像耶稣受到上帝差遣伊来到世间，所以门徒经历着这样丰富的生命，伊会当阁继续。受耶稣的差遣，将这使命传出去。而且，耶稣本就较开，互因接受领受圣神，阁互因这权柄，是因为因要代替，因要接续耶稣的使命，出去互使的时阵，这22节所讲的门徒领受圣神，是甲耶稣受洗迄当时啊。受约翰的洗礼迄当时，受到圣神甲快乐，得到圣神甲得到快乐，迄意思是相共的。所以毋是讲门徒伊得到赦免了后，就食做圣神的器具尔，是讲门徒接受到对天顶来的快乐，伊得到赦罪的权柄。所以当咱若行去到真侪人的身边，有人愿意想要来。信靠上帝的时阵，咱会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咱有真大快乐权柄，甲上帝同工，将人带到平安内面。亲爱兄弟姊妹，毋知即摆咱感觉咱家己的性命的状况安怎吼？若总讲对零甲十吼。你会互即摆家己几分？不知道你现在的生命力量指数如何？从0到10，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力很有力量吗？是几分？咱的心灵有快乐无？有丰盛无？若是有，真感谢上帝，咱咧继续保持，继续。真做这属灵性命的巨人啊！吼，若是咱的性命的状态起起落落，甚至有当时咱即马可能感觉我属灵的性命是软只，但是无要紧，咱会当随时呼求圣神的帮助，因为圣神的工课就是要互咱甲已经离开、已经转去甲。上帝边仔耶稣会当连接起来，圣神是国外耶稣差遣来要帮助咱，来安慰、引带咱的。所以当咱伫生活中感觉真忝忝，感觉无快乐，无法度有积极的快乐，继续追求上帝的时阵，无快乐来面对咱的困难甲挑战的时阵，甚至是。一种真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觉得生命很无趣，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不好，那种普普通通、渺渺，就是很平淡的那种的生命力、生命状况。当我们呼求圣灵的帮助，圣神会透过咱的呼求，甲咱的信靠，伊会伫咱的生命、甲咱的环境内面来做工，互咱会当伫生活当中
活出真做，迄真正有活泼、快乐性命的人。这是有一个影片，牧师要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影片叫做《耶稣的名永远伫地》。咱做伙来思想咱甲耶稣的关系。咱搁一届吼，音乐也很重要。好，我们再让音乐可以大声一点。但是，咱伫遮在烦恼的时阵，已经有上帝差遣人去做伊的工。其实牧师啊，您感觉牧师的生命指数状况怎么样？可以猜猜看。结束后，牧师可以送你小礼物。没有，牧师是为着要让咱很完整的享受，享受那个，所以我先分享一下。其实牧师敢是人，是吼。其实牧师伫性命的状况吼，有当时嘛起起落落。前一阵仔嘛是感觉指数真低吼，甚至有当时嘛感觉敢若是零。那亲像伫坟墓外，伫天靠迄富人人共款，感觉无快乐。Heavenly Father, we love your precious name.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a name is just a word. It can be easily forgotten as soon as it is heard. But one name was spoken before the world's first day, and it will be here when everything that is has passed away. Delivered from the lips of God to Mary's ears on angels' wings. Jesus, Jesus, word that came to life for us, the song that all creation sings. Jesus, oh Jesus, proudest nations of the earth have come and gone, but Jesus, the name lives on. When I'm awakened by a terrifying dream, and desperation reaches out and clutches me, when I'm so afraid that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pray. I simply speak it and I feel it, and it chases fear away. Delivered from the lips of God to Mary's ears on angels' wings. Jesus, sweet Jesus, the word that came to life for us, the song that all creation sings. Jesus, oh Jesus, the proudest nations of the
机会，当咱看到狗咧遛狗散步的时候，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当咱写功课写到真忝吼，写功课写得好无趣，觉得到底人生意义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在你旁边吗？当你无闲淬茶，一困仔爱无闲买菜、洗衫、爱搁洗盘，啊，搁做一项细项的代志，你真压榨的时阵，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当咱咧工作，感觉做甲亲像真拖磨的时阵，安尼工作一天过一天，你感觉哪会感觉无啥物成就感吼？感觉哪敢若互压榨的时阵？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当你感觉你行袂过吼，真困难，这件代志，还佫处理烦恼，大概后个月迄教业的钱数字有够无的时阵，遐真艰苦的时阵，你相信耶稣伫你边仔吗？这个影片真特别吼，嘛真奇怪。通常人的生活，咱即马人的生活，应该是看无到耶稣的形象的。但是即个影片特别甲耶稣的形象放伫内面，一个有形体的耶稣，行入去真侪人的生活当中，陪伴因。甚至搁较奇怪的时阵，搁较奇怪是耶稣甲遮人相拄的时阵，明明是伫甲伊讲话，明明是伫甲抱，明明是伫甲看伊的时阵吼，是安怎因的目睭拢无对着？敢若因无看见耶稣伫边仔，但是耶稣讲的话，伊的行动拢对遮的人有影响。亲像下段迄囡仔吼，一直咧看电视，听无到妈妈咧叫的迄囡仔吼，突然间着者安那精神起来，讲哎哟，妈妈咧叫我，紧走来去。一位老师突然间意识到讲，喂，剩迄个功课一直写袂出来，迄囡仔，我应该去看伊发生啥物困难。当影片内面迄有一个人物，伊真艰苦心吼，哭甲泪流满面。但是啥怎伊会转变做，伊心情会转变，开始有笑容，伊思想嘛开始有转变。这每一个转变拢点出讲，耶稣过我的性命，就是信心继续接受耶稣所做的工作。信心伫遐感动遮的人，感动咱，帮助咱、安慰咱、鼓励咱，才有教导咱。所以伫遐每一个人的转变，拢展现出是信心将咱甲耶稣基督连结做伙的工课。所以，即摆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虽然无耶稣的形体伫咱的身边，但是上帝甲耶稣基督还佫有信心的工作，互咱伫每一天拢经历着伊所享受的平安。而且伫咱的身边嘛有真侪可能亲像遮影片中遮的人的角色，因足需要耶稣的平安。愿咱做伙甲上帝的疼甲平安分享出去。但是大心是爱形象有接受到这个平安，是咱家己，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即摆的心，你是毋是嘛感觉甲耶稣的距离真远？感觉家己甲耶稣的关系失去了亲近，失去了甜蜜。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伫每一刻任何一个坎站，当咱需要上帝的时，咱拢会当随时伫遐
来呼求耶稣的名，呼求上帝的帮赞，呼求信心的同在。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较无上帝的信心，领到你吗？你毋问信心，逐工甲你相同行吗？互你快乐，互你担着主平安迄种甜蜜的生命。我需邀请大家，你较无信心，才做你帮赞的，咱当甲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多谢你，多谢你手术互阮遮尔大的官兵，手术互阮遮尔好的秘诀，就是信心，诚做阮随时的帮赞。祝你甲天父上帝。伫天里，诚做阮上大的瓦靠，诚做阮上大的保护，也伫天里做工。主第二个阮，主你差遣信心，但是去慰慰阮；主你的听，但是去充满阮。互阮透过信心来连接伫主你，互阮但是去担着主甲你同行迄种甜蜜。主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当阮较无你，呼求信心的帮助时，愿主你大大诚做阮的帮助，对阮来讲话，引导阮开阮的目睭，看见主你极大的作为。主多谢你，愿信心时刻感动甲阮参加伫地，原来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信息，咱即摆要继续来用圣诗158首，恳求信心降临，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大家起立。
请坐。现在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教业的稳定甲祝福。答阮献上阮的时间、温书甲金钱，做你教会事工的使用，请你接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同齐来关心教会消息，请掀开周报。第一点，本周特别事工，本周日是圣神降临节，愿圣神伫咱当中，互阮彼此接纳，伫基督内面合一。
嘛，咱时常透过灵修甲祈祷，求信心来光照咱的生命，因带咱所行的道路，互咱真做世上的光甲盐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过来是肢体关系第一点，本会会友林俊尧兄弟的妈妈林王华珍姊妹，就是林九恩、林淑美长老夫妇的亲母，伫5月12号安孝主怀，定伫5月29，就是拜一早起10点，伫台北市利滨景阳路至圣礼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第2点，本会会友洪英香姊妹的大家林张双黄女士，伫5月3号安孝主怀，定伫6月3号拜六早起10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第3点，本会会友王启明兄弟甲陈宇宏姊妹，定伫6月3号，就是拜六下晡2点，伫台湾神学院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亲自祝福新人甲双方的家人。过来是咱社青牧区的事工，伫6月11下晡1点半至3点半，伫10楼礼拜堂，咱有邀请到3位讲员来为咱讨论的主题是尽力所谓新时代。这3位讲员其中包括资策会的经理，咱会使 Google 伊的名吼，伊是墨镜哥吼。咱手机拢是用看，伊是用听的哦，听真紧哦，所以会使来。另外一位是裕裕科技的施政员 Paul 执行长哦，伊对各行各业数位转型做100几个专案，包括咱教会会友的系统。嘛是这间公司来做的。第3位是堆叠股份公司张云良品牌长，这个是混合云，是一个新创公司。因公司 A 轮即马才拄摕到1亿的这个资金，因是混合云端服务的公司。咱透过这三位讲员，其中2位是咱基督徒，希望伫因职场的经历。共同来建造咱伫工课甲信仰当中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欢迎青年朋友欢迎兄弟扫 QR code 来报名。这3位的讲员拢差不多40通岁，是中生代的讲员。过来是吴伯正讲义所委员会，伫6月18，嘛是伫10楼礼拜堂。12点半之后，咱有请到日本的产经经文社台北支局长石坂民夫要讲的苏珊道士美国甲中国对抗时代的台海局势，请兄弟登记来参加。最后是咱今仔日圣乐委员会的消息，本主日特别感谢刘淑婵老师指挥咱爱乐乐团伫礼拜中参与伫诗琴的学赛。6月3号，咱普声甲鼓励一下好不好？6月3号拜六，早起10点，爱乐乐团要伫7楼礼拜堂举办师生音乐会，请兄弟来听。以上，咱即摆要请廖慧茹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毋知敢有头一遍伫咱在座做伙来敬拜上帝，还是咱久对外地转来嘛会使，会当轻轻仔举手，互无事知影。好，咱会当甲咱边仔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为着阮会当来到信心降临节，也来到暑期这个阶段，祝阮即阵嘛可以毛真侪处理的人，也是各单位拢会厝外，祝你保守阮所有行程拢会当真平安，伫出入所有的交通，所有咱行大的所在。
主你拢保守阮，互阮有丰盛的身躯、心灵，互阮全灵拢精英，互阮所行、所看、所分享，拢诚做家己的祝福，也诚做众人的祝福，互阮诚做一个勇壮的人，无论去到对，主阮拢利益家己，也利益众人，荣耀上帝。主恳求你的帮助，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逐工的生活。主，你感动阮，互阮心存谦卑，互阮定定受到主你的感动，你的话语引出，互阮的生活常常充满喜乐、信心。主多谢你，主啊，特别为着咱教会内面生活中有需要、有欠缺需要的人来祈祷。主你会手扶持这个家庭，主你啊，互阮每一个其他的家庭也怎做主你的同工，做伙来服侍因，做伙来关怀因，也做伙来帮助因。主多谢你，我特别看过阮身躯有软弱的人，心内嘛有软弱的人来祈祷。主你信心扶持，愿主你的医治的领导，你的灵命领导伊，互伊心的软弱、身体的软弱，伫主你的保守内面得到坚固。奉主的名里祝福伊所食的，拢吸收营养，互伊的困眠拢得到帮助。主多谢你，信心保护看顾，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上营圣诗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感动、喜乐、帮助，甲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保证。阿门。真济，密道小温，恭受差遣。